邊咧差唔多年紀朋友都越嚟越多要通波仔，跟住咧我就即刻食咗呢一個日本血管通啦。好啦，咁大家咧同我一樣咧，成日出去食好嘢咧，間唔中咧，好似有啲悶啊，有啲攰啊，或者係心口翳住啊，個頭好脹啊，甚至乎呢有時咧可能手腳有啲麻痹咁啊。早前咧我都發現有咁嘅症狀啦，同埋有三高啊。身邊咧差唔多年紀朋友都越嚟越多要通波仔，跟住咧我就即刻食咗呢一個日本血管通啦。咁今次呢一隻咧就係加強版嘅血管通，就可以幫你咧溶解翻喺身體血管內嘅廢物啊，可以講係血管嘅清道夫啊。咁呢隻新一代嘅日本血管通咧，佢係增量版嘅 EX 啦，納豆激酶咧係增加咗20%嘅，而且咧佢仲有2大專利通血管嘅成分啦，包括咧就係納豆激酶啦，咁可以分解到血管積聚嘅廢物啊，功效更加比一般納豆咧高100倍添嘅。另外亦都有呢個惠康發酵精華，佢可以改善血流咧，預防阻力引起嘅心血管問題添嘅喎。而且日本血管通咧係100%日本製造啦，亦都有日本嘅 GMP 認證啊，所以咧佢可以改善三高啦、心悸氣促啦、手腳麻痹呢啲咁嘅症狀嘅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呢個產品咧，可以去萬寧直接購買咧，或者上翻佢哋嘅官網咧都可以買到嘅。詳情咧可以喺 info box 度咧，亦都可以揾到噶啦。